囡仔迄热拢上个照顾咧，有人力银行调查哦，靠长辈照顾的比例上济。过来是送去安亲班、幼儿园，有75个家长会个另外帮囡仔来安排活动，迄热平均就爱加开2万块。休热已经过1/3，这间公司定定有员工带囡仔来上班。公司是开放其中一间会议室作为临时托育的所在，囡仔互相陪伴看影片。人力银行调查，休热时阵，敢若5点1趴的家长甲囡仔带到公司工课，40点2趴的人靠厝内底是大人照顾。大概安亲班、幼儿园还有校园的暑期社团，也都是目前家长去安置小孩中的几个比较优先的选项。Flora 伫咧整合行销公司上班囡仔才2岁，翁婿嘛定定加班，好佳在公司，互伊伫咧厝内底上班压力无遐大。万一不能在家办公，可能就会请假对，因为2岁真的还是很需要照顾的时候，然后他的作息呀，还有睡眠时间那一些，就如果乱掉的话，其实家长自己也会很辛苦。为着互囡仔有代志做，75个爸母会另外来安排活动，常常规划活动是国内旅行、体育活动、学科补习、休热夏令营甲才艺班。平均来看，为着这寡活动，爱加开19890块。在我们的整体调查的家庭当中这其实占了他们22%的家庭收入，也就是已经超过1/5了。安排活动，厝内底经济爱有一定的能力，无安排活动又搁烦恼囡仔一直上网会有问题。对于囡仔上班族来讲，休热育儿压力真大。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。